各位兄弟，大家早，大家平安。咱要来进入耶利米书第46讲，也是第46章的共读。今仔日早起，咱要来请方慧姐、方慧小组长，带咱大家来做开始的祈祷。康姐，麦克风要甲拍开，谢谢。不，迄个康姐的麦克风，请你甲拍开一下。OK， 康姐拄则有测试可以哦，即嘛袂当，找有无？安尼，我先来带咱大家来开始的祈祷。那麦克风会有打开再告诉我。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伫清早时会当来到伫主你的面前，来读上帝你的话，听上帝你的声。也感谢你，互阮有做同工兄弟姊妹，大家拨时间，也参与伫即个中间，也互阮会当做伙来对主你的话得到学习，也祝福阮今日所要读的圣经节，会当成做阮的帮站，也成做阮的信心，来更较倚靠上主。也带领阮以下时间，献上阮的感谢、祈祷、甲恳求，拢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咱伫耶利米书来到第46章到51章，是有讲到9个王，因的罪，然后加上巴比伦，安尼拢总是10个。头前是咧讲到耶利米伊传道40年会过去了后，到即个国家灭亡的时阵，然后为虾米传到伫埃及？所以即个对9个国家开始，是对埃及来对9个国家的审判。是对埃及来开始，到最后是巴比伦来结束，然后最后一章52章，各将即个进前有读过即个耶路撒冷，去互即个巴比伦的军队来攻破，即个情景，搁一届来提起哦，所以咱看去对即个38章以后39章开始，就是即个国家灭亡，然后46章到51章，就是即个对这列国所讲的审判的预言，到即个巴比伦，所以咱看去耶利米甲即个巴略，因最后安怎叫人带到埃及，但是咱45章只有短50，嘛看去上帝互即个巴略的即个预言，就是巴略，伊会当得到活命，上帝要甲伊抵挡，而且是伫20年前，伫即个代志发生咧20年前，上帝就呼召伊，无为家己图谋，无为家己来图谋，上帝要甲伊，无论倒落去，上帝都要甲伊同在啊！今日开始咱连续看到对埃及、对非利士、对摩押、对阿门、对以东、对叙利亚、对基达甲哈索，以及伊兰，到最后巴比伦遮个预言咯。所以今日要看的是第一段对埃及的预言。安尼咱就来读今日圣经节，但先原来请康姐带咱来读。对46章的对第1节，请读到第12到12节。好，关系列国，上主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针对埃及，关系埃及王尼哥的军队，因伫约西亚的囝约雅敬做犹大王第4年，伫幼发拉底河边的加基米斯，互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打败，就准备大势盾牌，出阵交战，就讨马鞍骑马，排队戴头盔，抹枪，穿战甲。毋过上主讲，是安怎我看到因惊吓撤退，因的勇士太师拼性命逃走，毋敢越头，
四周围充满恐怖，上敖走的嘛走袂离，连勇士拢袂当逃脱。伫北方幼发拉伫河边，因拢滑倒爬袂起来。即个亲像尼罗河中满，亲像江河野涌庆悬的是啥物人？第八集是埃及，伊亲像尼罗河中满，亲像江河野涌庆悬。伊讲：我要满，要因目全地，我要毁坏城镇，消灭遐的住民，战马、枪啊、战车出击。举棍牌的古实甲佛的勇士，开弓的吕底亚军兵冲出去。即日是至高上主万军的统帅报仇的日，伊要刑罚敌人，刀剑为吞食甲饱，为啉血，啉甲满足。伫北方幼发拉底河边，有祭面要献互至高上主万军的统帅。埃及人啊，着去基列找乳香，恁食遐济药啊，拢无效，袂当甲恁医好。列国有听着你受的形容，全地充满你哀哭的声。勇士甲勇士相弄，两个做一个跋倒。好，多谢。伫遮一开始关系列国，上帝原来对列国拢有话哦。即个埃及的部分是做头一个开始，但是咱昨有讲到，也是伫约西亚的囝约雅斤做犹大王的第4年哦，所以伫即个约雅斤做王的第4年，发生真侪遮的代志，包括约雅斤伊来烧即个上帝批信，然后巴六就开始巴六先来写即个上帝的耶利米书，然后约雅斤王就将即个批信来烧去，总是即个上个45章嘛是约雅斤做王的第4年，上帝通过耶利米安慰巴六，即等等遮的，总是遮讲到一场战争叫做加基米什，加基米斯战役啊，即个战争呢，伫列王纪甲历代志拢捌提起。这加基米斯就是伫幼发拉底河的上游，比北边的所在伫以色列北边的所在，大约是伫主前605年，历代对战争就是埃及帝国甲亚述帝国两个要合起来对抗巴比伦，所以迄当时埃及亚述帝国伊要来岌岌可危所以埃及就起来加基米斯惊真远的所在才会当看到埃及伫遮加基米斯伫遮所以埃及起来到真远的所在来通过犹大甲以色列所以迄场战场嘛是约西亚王就是约西亚伊要主动要互埃及去帮忙结果约西亚王伊就死伫战场中间去埃及的军队来杀死总是埃及犹王有去到伫即个所在来主动巴比伦向西向南遮个攻势总是到主前612年巴比伦将尼尼微的首都来攻打然后亚述就搁前线咱伫历代志有讲到这段主前610年巴比伦占领亚述的所在地盘哈兰，亚述搁再迁都即个去到伫加基米斯所以埃及法老尼哥二世甲亚述王因两个是姻亲的关系伫主前609年埃及王就来出兵帮咱即个巴比伦的人伫即个战争最后是即个巴比伦赢所以即个战场影响结果下面呢，亚述帝国就灭亡
好，所以亚述好就进行把北国灭掉，今嘛呢亚述去由巴比伦灭掉，然后埃及退回北非就登到非洲的所在，尼罗河所在，从此不再是古代近东地区的重要军事力量。埃及法老不再离开埃及本土，也不再去企图影响在该地区的任何事物好，所以这对埃及来讲嘛是元气大伤巴比伦愈来愈强。第三是巴比伦帝国的领土就延伸到埃及的小河虽然没有到大河，就是尼罗河，但是巴比伦帝国的经济嘛达到巅峰。对这个加基米斯的战争以后呢，成做这个地区的军事领导者，维持到几啊十年到最后是主前539年，波斯王古列在里哥尼斯河打败了巴比伦王，安尼巴比伦帝国才灭亡好，所以这个是目前的大英博物馆这个耶路撒冷编年史有记载。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过河去攻击住宅在加基米斯的埃及军队，他们彼此征战，埃及军队在他面前节节败退我形容这场的战役另外最后说没有一个埃及士兵可以侥幸逃回自己的国家。当时尼布甲尼撒征服了哈马整个地区这个哈马就是在这个北边的所在所以巴比伦对通过加基米斯拿到了哈马所以就一路南下。虽然最后看到这个西底家去巴比伦王审判的时阵嘛是在哈马这个所在所以这个战场呢是在讲到亚利米那个时代其实国家的灭亡进程的回顾了回顾。所以刷家开始呢，这是一个第二章是一个是一个引言第二节对第3节一直落去到12节这是一首诗的形式就准备到大势盾牌出定交战，就套马换骑马排队低头开磨枪请战甲就是讲埃及的这个整装待发。不过上主讲是安怎我看到因惊吓铁铁，伊的勇士台词拼性命逃走，唔敢回头，四周围充满恐怖就是讲到加基米斯埃及人走遮尔远要去帮助亚述，最后也是输逃走的情形。上后走的嘛走袂离，连勇士拢袂当逃脱。伫北方幼发六底河边，因拢跋倒爬袂起来。就是就形容因伫这个战场中间真正是非常输甲非常的凄惨。这个亲像尼罗河中满，亲像江河印欠管的是什么人就用尼罗河水尼罗河水就是常常很会暴涨嘛因为暴涨才会予尼罗河遐四周的土地有水通吸收才会当来种植物件所以尼罗河伊若上游中上游遐个大水落来时遐个水的欠管嘛讲到埃及的军队亲像这个尼罗河水同款是埃及是亲像尼罗河中满，亲像江河亚印庆管。伊讲我要中满，我要淹满全地，我要毁坏城镇，消灭遐个居民。因要来将这个所在拢要摕起来，战马枪战车突击骑盾牌的古实甲佛的勇士。开紧的女队军兵冲出去，才讲到3个国家，这3个国家3个国家内面呢，即嘛加基米斯战役，尼哥2世，这是第26王朝，但是呢，古时人呢是埃及的第25王朝，这个吕底亚吕底亚呢，就是吕底亚是这个河本翻成路德因是这个而且不是吕底亚，是这个佛是利比亚伫什么所在呢？利比亚是伫北非的这个所在上西北的所在这个吕比亚利比亚所以因呢对家来因嘛捌来统治过埃及所以这个佛呢利比亚是
埃及的第23王朝啊，佛是第22王朝，好，利比亚是第23王朝，好，所以因都轮流来拿过这个埃及啊，古时在南边，好，轮流来拿过埃及的统治权了，好，但是呢，因今嘛安怎随便叫埃及人好来征召他们成为佣兵，好，要做伙去攻打这个遥远北方的巴比伦军队啊，好，但是因冲出去。这日是至高上主万军的统帅报仇的日，伊要兴发敌人，因刀剑会吞食到饱，会灵感满足。伫北方诱发六地河边有祭物要献互至高上主万军的统帅啊，好，所以因去了第一是白白送葬献祭，好，是要来报上帝对这个埃及的冤啊。埃及人就去基列找乳香。恁食遮侪药啊，拢无效，袂当甲你引好啊。好，这个基列在哪里呢？好，基列就是在这个耶路撒冷好的附近，好，耶路撒冷附近，好，伫这个约旦河边啊。好，这个基列的乳香呢，好，就是摕来做药啊。好，所以咱的信息好166首，注伫基列有芳乳香啊。好，大家小听者。好，这信息166首，好，嘛有讲到这个圣经节，好，伫基列找到乳香，然后这药啊，总是这药啊，这更较好药啊，嘛无法度来医治啊，所以列国拢听到你就是埃及受的凌辱，全地充满埃及哀哭的声，勇士甲勇士相弄，两个做一个跋倒，好，所以呢，真正是乱了阵脚，好，所以埃及元气大伤，伊嘛像拄则咱看。伊就埃及哈无法度过来插手哈，伫即个中东的地区的所在，才会代志啊，所以上帝就是将埃及逼登去哈，到伊原本的所在，没有再让它哈扩张。哦，煞遮咱过来读哈，这是讲到埃及过去的历史。即摆对13节哈到24节哈是讲到伫亚利米的时代，上帝煞遮要做的代志哈，等于是那个时候的预言。好，咱请康姐带咱读对13节到24节。来13节，下面是关系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打埃及。上主对先知耶利米所讲的话，就伫埃及报用，伫密罗宣布，伫密非斯甲达比尼宣布讲，着排阵准备作战。战争会吞灭恁一切所有的，恁的勇士是安怎跋倒？因为上主甲因车倒，互因吃袂牢，因战败四散，大家三吞大，互相讲起来，咱倒来去咱的本座，转来去咱的故乡，闪避欺压者的刀剑。因伫遐话讲，埃及王法老加当袂晓讲大声话，因已经失去因的机会。18节，大君王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我指我的性命日子，尼布甲尼撒来的时，伊会亲像超越正山的塔壁山。亲像伫海边的加密山，埃及人啊，着甲狩猎要用的物件款好势，因为王妃师会收小费，拍远无人徛起。埃及是肥水的牛母，毋过对北方来的牛毛已经够啦，因已经来啦。埃及请来的兵。亲像叼来肥的牛仔，因拢撤退逃走，毋敢继续交战，因为因患难的日来啦，受刑罚的时已经到啦。埃及逃走，
亲像蛇在蛇发出声，敌人被规定做伙来，亲像套球仔的人，举葡萄甲伊错掉。上主讲，伊的船啊虽然真严，敌人嘛会甲错了了，因为敌人比草莓较多，袂算对。埃及的人民要受侮辱见笑，因为互北方的人征服。好，而且第10个所在，上帝讲，伊要来兴发敌人，这是万军的统帅报仇的日咯。报什么仇呢？就是报这个约西亚王去互埃及人抬失的仇哦。所以到伫这个时代，上帝伊比较搁提起这个代志。在30讲到将来，这是加基米斯战役，还去输甲真凄惨的代志。但是呢，这毋是最后，后壁还阁有，就是将来巴比伦人要过来攻打埃及。所以，伫埃及报勇，伫密达宣布，伫孟菲斯达比列宣布，这个战争呢，拢会拍到这个所在来。所以，咱有看到，就是伫埃及的这个北边，也是伫这个孟菲斯，就是这个达比列，就是挪这个所在，伊的中上游，特别来到伊索比亚这个所在，这个战场呢，会探到迄个所在，因为在做准备，这个战争会吞灭恁一切所有。你的勇士安怎跋倒？是因为上主甲因车倒，毋是因家己无够好，是上帝的手甲因车倒。因战败四散，大家三吞大，互相讲起来，咱倒来咱的本族，倒来去咱的故乡，闪避欺压者的刀剑。因为埃及嘛是遮个王朝，有侪遮个人，因来挖来即个所在生活。因伫遐话讲，埃及法老敢若袂晓讲大声话，已经失去伊的机会。现在中文本讲，给埃及王取一个绰号，叫他坐失良机的吹牛王。为什么坐失良机呢？就是伫这加基米斯战役的中间，其实埃及伊是有机会。因为迄阵就是加基米斯战争了后，尼布甲尼撒，伊的老爸过身，尼布甲尼撒那时候还是将军，伊的老爸过身，所以就登去到这个巴比伦，然后去看伊老爸嘛，继承这个巴比伦的王位啊。但是埃及无把握迄个机会，去继续去抵抗巴比伦，抵到伊就是加基米斯这个所在收无掉，所以失去伊的机会。大君王上主万军统帅安尼讲，我只我性命日色，尼布甲尼撒搁转来时阵，就是他等下次回来的时候不再是将军，而是新巴比伦王哦。伊会亲像超越进山的塔bek山，亲像伫海边的加比山。这两座山呢，都只有500多公尺，无尽管，但是伊摕来形容这个人啊，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像一座500多公尺的山一样。就是安尼，真威严。埃及人啊，着甲狩猎要因的物件款好势，因为孟菲斯会烧毁趴远，无人徛起啊。所以挪佛这个所在，就是变做是无人徛起的所在。埃及是水，肥水的牛母，毋过对北方的牛虻已经来这牛虻就是一种牛的跳蚤。他伫遮来形容埃及像牛，但是上帝用跳蚤来吞吃这个肥美的母牛。埃及请来的兵，亲像调来肥的牛啊，就是这个小肥牛用兵就是在附属其他国家，不管是从西边来的、南边来的，因拢摕刀走，毋敢继续交战，因为因患难的日嘛来啦，受刑罚的时已经到啦。埃及刀走，亲像蛇在蛇发出声，敌人规定做伙来，亲像错树仔的人也斧头甲伊错掉。所以头前讲埃及是牛，即马讲埃及是蛇。咱常常咧讲牛鬼蛇神，这就是埃及人拜的神明啊，真正是牛鬼蛇神。上主讲因的
树若虽然真严，敌人甲因错了，因为敌人比草莓较侪，未甚得了。至于巴比伦王当时攻打到这个埃及呢，伫这个历史上，并无真多的记载，史料谈及，但是圣经有安尼写，所以咱大概会当安尼来推算伫主前的674年，这个代志佫真早以前，亚述帝国的时期，因就来攻打埃及。这伫列王记下的第19章，有提起。然后主前601年，尼布甲尼撒，伊有进攻埃及，但是失败。伫密夺，就是密夺这个所在，这个巴比伦无成功。到差不多伫主前568年，就是这个耶路撒冷被灭掉的10几年了后呢，尼布甲尼撒有过一摆进攻埃及，这个照圣经讲的，是拍到伫这个挪佛，就是孟菲斯的所在啊。那但是呢，伫这个历史呢，并无看到这个记载。但是过40年了后，就是孟菲斯去波斯来征服嘛代表波斯帝国完全来占领这个埃及的所在。所以这个预言，虽然真侪人有对这段的预言有意见，认为讲并无看到这个历史的资料，但是咱若看圣经，照耶利米书所讲的大项的代志，拢有神的来看，这个代志嘛是非常有可能。上主版这是到24节，所以咱继续看最后一段25节到28节，这24节讲，埃及人民受侮辱见效，因互北方的人征服，这就包括是对北边而下的巴比伦人，够主权525年的波斯人。好，最后一段是国讲到伫这个预言之后，更较久的将来的代志。咱请康姐传咱读最后有25到28。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你看，我要刑罚底比斯的心灵阿门，刑罚埃及，以及伊的心灵甲君王。我嘛要刑罚法老甲所有瓦克伊的人。我要将因交伫爱买财因的人的手，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甲伊人神的手。毋过埃及将来会阁有人徛起，甲早前共款。上主安尼宣布：我的仆人雅各毋免惊，以色列毋免失去。我要对真远的所在解救你，对你狩猎的地解救你的后代。雅各后代会倒来家己的乡土，安居乐业，无人会阁互伊惊吓。我的仆人雅各毋免惊，因为我甲你同在。我赶你去遐个国家，我要甲因完全毁灭。你呢？我袂甲你完全消灭，毋过袂当无刑罚你。我要照公义管教你，上主安尼宣布。好，多谢，谢谢。25节，佫讲到是将来，佫较将来，讲伊上帝要刑罚底比斯的神明，叫做阿门。这个亚门就不是迄个亚门国家，是埃及的神明的名字，来刑罚埃及以及伊的神明君王，嘛要刑罚法老甲所有瓦靠伊遮的神明的人。上帝要将因交伫爱要杀因的人的手，这个人就是北方来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甲伊的人神的手。所以上帝讲真清楚，巴比伦王会来占领这个所在，甚至这段预言伫耶利米对这个约翰难带一群人要逃走去埃及时，上帝嘛已经甲这个人预言。毋过埃及将来会阁有人徛起，甲早前共款咯。所以9个国家中间有4个国家你着望，就是埃及、摩押、阿门甲伊朗，伊朗，就是伊朗。这4个国家呢，上帝无将完全来消灭，所以因要犹原会当徛起。上主安尼宣布。我最后2节是
伫亚利米书30章第10节甲11节，几乎是一模一样，佫摕来肯伫即个所在。30章就是安慰之书，即个安慰之书内底安慰信息，就是讲上帝的子民，雅各的后裔以色列毋免失职。我对真远的所在解救你，对你受掠的地解救你的后代。雅各的后代会倒来家己的乡土安居乐业，无人会阁互因惊吓。因为包括亚利米，包括巴录，即个有信心的人，上帝有望有肯应允伫即个所在，互因无伫迄个所在来埃及地来绝望。我的仆人雅各毋免惊，我甲你同在。所以这句话又出现。第1章第8节15章20节30章46章，要赶你去遐个国家，要甲因完全毁灭。你咧，你就是以色列人，我袂甲你完全消灭。毋过袂当无刑罚你，我要照公义管教你。上主安尼宣布。所以上帝对埃及的审判，中间嘛包括伊的子民甲以色列人。所以咱看见伫今日埃及这段的预言，分做3个抗战，对这个报约西亚王被埃及人杀死的仇，到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来攻占这个埃及，佮到伫这个将来，埃及佫有人徛起。埃及人伊会继续延续落去，然后伫埃及中间的以色列人，雅各的后裔，上帝也要甲因同在啊。好，咱今日就分享到这，多谢这个康姐带咱来读圣经，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上帝，阮看到埃及是一个古早古的这个大的国家，总是伫圣经中间，埃及人常常。拜遮的神明也来引诱上帝子民来犯罪，也是真上帝也对埃及救出家己的百姓，互因出埃及进入迦南，会当进入上帝应允的中间。也互阮知影伫历史上，上帝你掌管一切，上帝是列国列邦的主，你也是掌管世界的主。无论这个美国的选举、台湾的选举，全世界这政治的人物。拢是上帝你的掌权伫你下面，愿上帝互阮看出明白上帝你的心意，也互阮当来高举主你的名，也祝互阮伫今日一切所做所教，拢有主你甲阮同在，互阮无惊吓。献上阮的祈祷恳求，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多谢大家，大家平安，多谢平安，谢谢牧师，牧师，大家平安，谢谢。